伊朗戰爭嘅停火而家睇落好似陷入咗僵局，但同時伊朗戰爭背後有個大人物浮現出嚟，到底係邊個呢？而且促成停火背後又有咩因素？之後會唔會真係停火，都同呢個大人物有密切關係？呢個就係今日方偉帶俾你嘅第一個話題。第二個話題就係美國副總統曼斯去咗匈牙利布達佩斯幫歐班總理助選，與此同時，特朗普今日朝早都發咗推文幫佢助選，喺美國總統幫另一個國家嘅總理助選。點睇呢件事？今日都會同大家講下。其實今日對華人嚟講最大嘅新聞，特別係對台灣朋友嚟講，可能係呢單國民黨主席鄭立文今日喺人民大會堂同習近平見面，結果出咗大風波。鄭立文講到一半俾人打斷，唔俾佢繼續同媒體講，所以到底發生咩事？我哋今日會同大家解讀下，大家都估緊背後咩原因，但我想同大家講，我認為嘅真正原因。好啦，歡迎收聽收睇方偉帶俾你哋早安美國 Good Morning America。YouTube 嘅觀眾朋友你好，矽谷調頻901啲聽眾朋友大家好。好，我哋而家直入正題。雖然特朗普總統表示話同伊朗嘅停火協議要視乎伊朗完全同意即時同安全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呢個條件，但係其實而家個海峽完全係伊斯蘭革命衛隊控制住，因為驚海嘯有水雷或者行到一半咧會俾伊朗無人機或者導彈攻擊，而家大家都唔敢過。大約而家有3200艘船啦，包括800艘油輪同貨船啦，喺海嘯西面咧排隊等過。呢啲船上邊總共有2萬名船員困嘅波斯灣，大家都知啦。呢啲大型油輪一艘咧就值10億美金以上，一旦俾人打中，損失好大，所以油輪船主都唔敢叫油輪行前。咁所以而家個情況咧，成個禮拜四咧，淨係得3艘船咧過咗霍爾木茲海峽，其中2艘係伊朗船啦，仲有1艘係散貨船啦，根本就係土匪橫行。而伊朗同時向任何經過啲船收費，但如果係自己人就唔收。金融時報報道，伊朗收費係每桶石油收1美元，仲要用加密貨幣支付，唔用美元。佢對美國好嘅，唔用美元。喺伊斯蘭嘅德黑蘭攞起嚟嘅反美宣傳廣告牌，上面寫住霍爾木茲海峽會保持關閉，成個伊斯蘭都係我哋嘅狩獵場。講錯，係成個波斯灣都係我哋嘅狩獵場，幾咁兇狠。呢個就係指伊朗嘅導彈同無人機，波斯灣亂狗打，連第三方民用設施都唔放過。呢個就係而家嘅情況。咁特朗普總統有咩反應？特朗普總統尋晚發咗個推文，話有報道指伊朗想向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嘅油輪收費，佢哋最好唔好咁做。如果真係咁做，最好而家就停手。另有《華爾街日報》登咗篇文章，話特朗普過早宣布停火，停火時機未成熟。特朗普就發咗個推文啦，話因為伊朗永遠都唔會有核武器，而且好快你睇會見到石油開始流動，唔理有啲伊朗幫手，對我嚟講點都冇所謂。咁即係咩意思？特朗普咧顯然仲有後住嘅。今日朝早咧，特朗普又發咗個推文啦，話伊朗佢允許石油經霍爾木茲海峽方面做得好差，有啲人會話咁樣唔光彩啦，呢個唔係我哋達成嘅協議嘅。講到呢度，顯然就係僵局啦，係嘛？而家和談進行緊咩？呢個係個好大嘅問號，係咪真係進行緊？預計情況係㗎，星期六即係聽日喺巴基斯坦伊斯蘭堡會有和談，伊朗外長同美國副總統曼斯會喺嗰度見面，甚至坊間已經開始擔心曼斯嘅安全問題，因為伊朗而家要報復美國，任何有機會傷害美國高層嘅機會都唔會放過。喺巴基斯坦嘅伊斯蘭堡算唔算安全地方呢？咁所以呢方面都傳出好多疑問。同時喺特朗普總統強力推動戰事降溫之際，有報道話中共喺巴基斯坦斡旋停火過程中扮演咗關鍵嘅幕後角色，說服德黑蘭接受停火，顯示北京可能已經由長期唔介入轉向更加積極嘅外交斡旋。據彭博新聞社報道，話美國總統特朗普逼近咗定落嚟嘅最後期限，就係星期二，過去3日，星期二8點鐘要誓言終結伊朗成個文明。局勢逐漸顯示確實有一個國家有足夠影響力去說服伊朗降溫，而呢個國家就係美國最大嘅競爭對手中共。咁所以嚟講呢番說話大概係我講咗3日之後我一直同大家講中共有介入，中共壓伊朗彎腰，而中共要伊朗讓步嘅原因就係因為中共自己而家都俾人重創。OK， 喺伊朗官員有表示，
呢個報道話，伊朗官員表示係中共喺最後關頭推動，先至促成伊朗同意接受停火。呢個講法咧，隨即都被特朗普間接證實嘅。跟住第三方，巴基斯坦邊個啊？巴基斯坦總理夏利夫就公開多謝中共提供嘅支持。白宮就表示，北京佢今次停火嘅角色係介乎美中之間，政府最高層級之間。好啦，個原因係咩呢？我哋講原因啦。其實我之前都同大家講過，我再講多次，都係2日前嘅事，就係巴基斯坦嘅細個國家居然可以調停美伊戰爭，令伊朗同意，淨係可以解釋一個問題，就係巴基斯坦背後有中共出手，而原因就係因為封鎖海峽，伊朗封鎖海峽，令中共同全球都要面對高油價，搞到中國經濟面臨巨大壓力。OK， 跟住美中外交關係委員會有個中國研究資深研究員叫劉宗元，咁就話佢預計下個星期公布嘅數據會顯示，美國同以色列引發戰事之後，中國嘅工業產出同出口嘅當月已經出現放緩。咁就話中共之所以會出手，係因為伊朗戰爭直接威脅到個經濟增長同埋國內政治穩定所依賴嘅條件。OK， 咁如果特朗普因為呢件事而公開讚揚中共呢，其實正正就係習近平喺重新安排峰會之前希望累積嘅政治資本。OK， 拜拜。佢可能會令特朗普喺外交上，因為中共喺停火中扮演嘅角色，喺5月中旬見面嘅時候欠北京一個人情，一筆人情。OK， 好啦，佢特朗普會點睇呢？呢個就係等陣我會帶俾大家嘅，唔叫結論，唔叫發現，係特朗普會點樣諗待呢件事。好啦，呢個就係而家嘅情況。同時呢，仲有一個消息呢，就係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艾哈邁德瓦西迪呢，而家正採取行動呢。呢個係網上 X 大號啦，呢個 X 大號呢，都幾可靠嘅報道嚟嘅。佢話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打算將加里巴夫，即係議長，仲有外交部長阿拉格奇邊緣化，推到一邊。意思就係話，伊朗真正掌權嘅人其實係掌軍隊嗰班人，而唔係去伊斯蘭堡談判嗰啲官員，而係革命衛隊。所以呢啲都係變數。大家睇下幾方面都喺度變咗，特朗普嗰邊、伊朗政府嗰邊、伊朗革命衛隊嗰邊同埋中共嗰邊，四方都喺度板塊移動。咁到底點樣呢？背後特朗普嘅把握，當然最重要係咪先？特朗普點樣把握呢件事，就係下一則新聞我會同大家深入分析嘅。講特朗普點回應之前，我先講下我哋贊助廠商嘅消息。依家係春天，係美好嘅季節。前幾日方偉同新田仲有我哋公司同事一齊去睇踏青，去睇櫻花，櫻花盛開。但係對於花粉過敏啊、鼻炎啊、哮喘等呼吸系統疾病嘅朋友嚟講，呢個季節咧就比較難捱嘅。有啲人咧就係鼻水流唔停。韓國民醫學校西院長就認為，有呢啲疾病嘅朋友可能係肺部需要清理，因為肺功能好嘅扁桃體就會強壯，人體免疫力就會增強，就會自己去醫好自己嘅病。西孝熙院長研製咗扁康丸，已經幫助咗全球16萬個鼻炎、哮喘、皮膚病同重症肺病患者恢復健康。嚟自香港嘅金先生就分享咗嘅經歷。幾年前嘅長期覺得呼吸唔順，體力明顯下降，嚴重時講佢都覺得佢日常生活同工作都受影響。佢都試過唔同方法去調整，但係整體改善唔明顯，身體狀況一直令家人擔心。後來佢開始接觸扁康丸，持續一段時間之後，發現一開始只係感覺到少少變化，慢慢就覺得呼吸順暢啲，日常活動都輕鬆啲，整體狀況逐漸穩定。之後身體狀況反覆嘅時，佢都會再調理。到而家佢覺得自己精神、食慾、體力都比以前好咗唔少，所以係慢慢起作用，日常活動都更加輕鬆。咁而家更加重視持續保養同調理，令身體可以維持穩定有活力嘅狀態。咁所以如果你或者你家人有類似情況啦，譬如鼻炎啊、哮喘啊、皮膚病啊，或者肺部疾病啊，仲有花粉病啊、花粉過敏啊，都可以透過熒幕下方嘅電話或者電郵了解更多資訊。我哋矽谷有位觀眾朋友都係我朋友，佢有花粉過敏，聽我哋介紹之後，其實都有啲半信半疑，想試下。結果佢試完之後，真係同我講有80%到90%改善，佢都好開心，好多謝我哋推薦呢個扁康丸。
係啦，好啦，咁呢個就係一個，但係我有訪問過徐巧熙院長，咁訪問咗大概幾分鐘啦，我詳細了解咗成個事情同埋佢嘅運作機制，我覺得好有道理。所以咧，呢個真係一個傳統意義上嘅調理方法，而且佢係需要時間，唔會即時見效，但最終會帶嚟好好嘅效果。好啦，睇下面同大家講下，跟住落嚟嘅新聞就係講川普轉發咗一啲揭秘內容，揭秘佢哋對中共嘅真實睇法，咩情況啊？我哋先講下啦。對於北京扮演呢個角色，川普會唔會感恩？川普會點睇呢件事呢？講呢件事之前，我想先講另外兩件事，唔係，我遲啲先講嗰兩件事。我哋而家先講啦。5月中，川普要訪華，係咪？佢哋對中共到底咩態度？習近平係咪真係好似川普成日講嘅，係冇咁好朋友？其實大家都心入邊有疑問，係咪？當然啦，我都一路同大家講我自己嘅睇法啦，大家信唔信就見仁見智啦，咁就要大家自己判斷啦。但我繼續同大家講呢個話題。川普上任以嚟，第一，佢將李嘉誠嘅公司同中共嘅影響力趕出咗巴拿馬運河；第二，要求格陵蘭島俾美國接管。最近消息就係歐洲丹麥同意美軍喺格陵蘭島多個地方增加部署，要加多幾個軍事基地。第三，美國突襲委內瑞拉，捉咗馬杜羅。第四，發起古巴嘅所謂圍困戰。第五，打擊伊朗。所有呢啲行動兵鋒所指，好似都係針對中共。大家都喺度估係咪川普喺度落大棋，但每一個動作又好似獨立嘅。川普每次都唔提中共，係咪？除咗格陵蘭島嘅有提中共之外咧，仲加埋俄羅斯，所以都冇話針對性特別強，好似每件事都有自己嘅原因。而且佢一直都話習近平係個好朋友，所以大家都喺度估唔透。跟住佢又要去訪華，好多台灣朋友最關心嘅就係你去訪華到底想做咩啊？你係咪想延遲軍售，定係想延後軍售？你係咪想賣嘢台灣？大家就係擔心呢啲。咁所以今日咧可能會有答案啦。咁點解呢？因為川普無意之間一個短短嘅轉推咧，可能就透露佢哋真正嘅諗法。咁咩事呢？川普佢今日啱啱轉推嘅一篇文章啦，大家有冇見到？呢篇文章就係川普轉推嘅。好，呢篇文章呢個標題叫做，我哋再俾大家睇下，川普 appends， 即係終結 appends China's lucrative sanction oil import scheme after Iran。呢個 Just the News 係一個保守派嘅新聞網站，一個網媒轉貼呢篇文章，咩意思嘅轉貼呢篇文章？當然就係話川普第一睇過，第二推薦大家睇下，就係佢嘅意思啱唔啱？咁呢篇文章到底寫咗啲咩呢？我同大家講下呢篇文章大概嘅意思啦。你聽我講，因為呢篇係川普睇過，仲要推薦大家佢即係話喺認同入邊嘅內容啱唔啱？佢入邊講咩呢？內容係冇講嘅。佢話多年嚟，中共一直利用美國制裁嘅漏洞，從伊朗、委內瑞拉同埋俄羅斯呢啲流氓國家，以大幅折扣價錢入口石油。佢達到兩個目的：第一，破壞美國同西方對呢三個國家嘅制裁；第二，為自己輸血同增加財富。咁而家呢，川普總統對委內瑞拉同伊朗嘅打擊，徹底顛覆咗中共嘅安排 ，append 嘅佢哋 arrangement。喺中美兩國元首下個月即將喺北京舉行重要會晤之前啊，美國傳統基金會有個叫做愛立森國際安全中心嘅研究員，佢叫 Brad Sadler， 就接受咗 Just News 嘅訪問，所以呢篇文章基本上都係基於佢哋嘅睇法，即係話川普係認同佢嘅觀點。佢講咩呢？我講俾你聽。佢話我認為川普成件事圍繞住嘅核心就係針對中共所打出嚟嘅大旗。咁所指嘅就係伊朗戰爭同埋美國對委內瑞拉嘅打擊行動。佢話喺舊年聖誕節之前，美國對委內瑞拉出手之前，中共一直都係大量平價石油嘅受益者，仲可以自己主導賣石油嘅條件，意思就係買石油嘅價錢啦。國際社會其實一直都冇制裁伊朗、委內瑞拉同埋俄羅斯，係咪先？喺中共又點算呢？咁你國家點算呢？佢就用翻啲影子團隊。咩叫影子團隊？即係偷偷摸摸咁做嘢啦，違反制裁啦。講白啲就喺佢公海上面行船啦，佢船一路行一路要報自己係邊個，係邊隻船，屬於邊個嘅。佢有啲影子船隊就係一路咩都唔講，偷偷摸摸咁行。
第一，咁樣會對公海航行造成威脅，特別係喺比較窄嘅海峽，隨時會撞船。因為躺船日夜都行，深夜時分你都唔知前面睇緊邊隻船。正常嚟講，大家都會不停廣播話自己係邊隻船，航道點樣行，佢先可以避免意外，係咪先？呢啲其實都係國際秩序最基本嘅規矩。影子船隊就係黑燈煞火嘅行，全部都係嘅舊船，唔上咗面嘅。正規矩嘅船隊唔會做呢啲生意，賺呢啲錢。咁所以就有大量嘅影子船隊偷偷運油，從呢3個國家運去中共呢個買家。俄羅斯自己都經營住一大堆個影子團隊，而中共更加直接自己搞咗一隊影子團隊，叫做 Protein Fleet， 入邊有56艘超級油輪，佔全球影子團隊 5%。咁因買家好少，得中共、印度同土耳其，中共絕對係最大買家，因為買家少，運油團隊都少，邊個夠膽違反制裁？你違反咗，其他生意都唔敢接，所以淨係得影子團隊先可以運油。買家少，運油團隊又少，而且主力都係中共，所以買家睇得嘅，中共就可以定價、提條件、做深度折扣，令到呢3個國家嘅石油源源不絕咁賣去中共。美國國會做咗個調查，結果話2026年初，即係今年初，中共已經用遠低於市場價錢囤積咗大約12億桶受制裁嘅石油，相當於正常海運量109日嘅用量。呢啲就係中共囤積嘅嘢。然後由2025年開始，中共每日經海運從俄羅斯入口140萬桶，伊朗85萬桶，委內瑞拉42萬桶，加埋總共260萬桶，佔中國每日石油入口 20%。咁中國就可以睇翻好多錢，淨係2024年一年呢，入口就幫中共揀咗120億到150億美金，2025年就仲多。大家睇到呢個局，睇到呢篇文章，留意下佢揭示咗啲咩？西方對俄羅斯、伊朗同委內瑞拉石油嘅制裁，本來目標係減少咗敵對政府可以睇到嘅收入，結果因為中共唔理制裁，仲自己經營影子團隊，制裁反而將平價石油推咗俾中共，令中共成為制裁嘅最大得益者。唔單止冇打擊到呢3個國家，仲令中共賺到盆滿缽滿。川普上台之後，開始嚴厲打擊影子團隊，俄羅斯石油價錢即刻再跌，令中共嘅獨家優勢更加明顯，可以用更大折扣大舉入口俄羅斯石油。伊朗石油都一樣，美國打擊影子團隊之後，伊朗原油價錢都跌，中共又趁機大舉入口，即係話因為有中共存在，制裁唔單止嘅成功，仲養肥嘅中共。但係美國一出手打委內瑞拉政權伊朗之後，中共就冇得玩，因為委內瑞拉轉移聽美國話，石油而家用市場價賣出，伊朗石油因為戰爭自己都出唔到嘅，川普放開俄羅斯石油制裁，結果俄羅斯石油價錢上升，而家中共入口超過總入口量 20% 以上嘅石油，都要用公平市場價錢嚟買，佢就比以前貴咗好多。研究員薩德勒就話，呢啲行動都係喺習近平同川普即將見面嘅峰會之前，川普係想向中共傳遞一個好強烈嘅訊息。好啦，而家結果咧就係伊朗而家拉住咗霍爾木茲海嘅呢個行動，唔單止係壓制咗全球石油嘅航運交通，同時都中斷咗運去中國嘅影子團隊，令到影子船隊嘅價值大大降低。所以喺呢個過程入邊，2個國家傷得最嚴重。一個就係2025年舊年，中共淨係喺伊朗買石油，買咗伊朗所有出口石油嘅 80%。舊年呢，平均每日入口呢高達136萬桶，特別高。OK， 而卡塔爾就係喺嗰度入口天然氣。中國有 14% 嘅液化天然氣都係嚟自卡塔爾，而卡塔爾上個月俾伊朗炸到嘅嗰個叫做天然氣生產廠，結果呢，中共就冇得賣，只好揾第二個地方去賣。但係呢，第二地方呢，全部都係市價，價錢仲貴咗，所以伊朗用卡住霍爾木茲海峽嘅方法，打卡塔爾天然氣嘅方法，全部都打咗去北京身上，打咗去中共身上。OK， 所以呢，作為伊朗嘅盟友，伊朗本來就期望戰爭一開始就可以睇到中共大量支持，但係咧，中共最初淨係喺度講下大話，之後咧，而家中共開始咧要求伊朗開放海峽通行，意思即係話中共冇撐伊朗，用封住海峽嘅威脅美國。中共話唔得，大概點解咧？一句講晒，中共頂唔順啦，
就係乜嘢情況啊？所以而家習近平同特朗普會喺5月中旬舉行會面，特朗普政府希望喺峰會上同北京傾貿易戰休戰，同時都會利用中國石油嘅脆弱性做槓桿，所以成件事就係咁樣啦。呢個係關鍵。成件事到底點嘅呢？就係川普轉發咗呢篇文章，大家睇唔睇到？川普真係轉貼咗我啱啱講嗰篇文章。咁點解要轉貼？意思就係話大家睇下呢個講得有道理，係咪先？所以我就話呢個就係所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唔係咩？川普打仗其實針對緊炸包子，係咪就係咁？所以其實川普做咗一切，全部都係針對中共。寫到咁之後咧，川普就話你冇估下斬，意思就係咁。所以其實川普真係出緊大招。當然啦，北京都唔係省油燈。我再同大家講多次啊，除咗為咗自己利益逼伊朗開海峽之外，英國每日電訊報就話，自從戰爭爆發以嚟，中共已經俾咗5艘裝滿咗固態導彈燃料，叫高氯酸嘅同高氯酸嘅燃料，俾佢哋運去伊朗。呢5艘船呢，全部都係受制裁嘅伊朗航運公司嘅，佢哋嘅航程大部分時間都關咗追蹤器，至少有2艘仲爆咗航行目的地，所以本質上呢，都係一個影子船隊。結果佢武裝嘅燃料可以俾伊朗生產785枚彈道導彈，咁中共點解釋呢？當記者問中共嘅時候，佢點講？佢話高氯酸嘅唔係出口管制產品，只係正常商業貿易。所以我俾咗4個字評語，你呃邊個啊？係咪先？再睇就係伊朗喺3月下旬一度發射咗101枚彈道導彈，對美國喺印度洋嘅林肯號航空母艦實施高強度攻擊，係咪？我尋日都同大家講過，多倍西數擊落。而家好多媒體同社交媒體大號都推測咧，入邊嘅導彈部分或者大部分都係嚟自中共嘅 CM302 高超音速反艦導彈，每小時射程2500公里。今年嘅1月買嘅，呢個係公開消息，只係唔知幾時送到。但而家好多媒體都話，全部都係經巴基斯坦陸路運去伊朗。呢個我尋日都同大家講過，弗林將軍都話，如果屬實，呢個就係戰爭行為。喺美國政府知唔知道呢？我尋日同大家講過，佢哋梗係知啦。海格賽斯就話，我哋知道中共做咗啲咩，我哋知道邊個做咗啲咩，但係我哋唔想講，因為如果太嚴重，我哋會處理。係咪先啊？所以佢哋意思就係話，我哋知道係中共搞嘅，但係我哋唔想節外生枝。另外，中共送咗呢啲嘢都干擾唔到我哋嘅行動，所以我哋唔使講，但我哋會記住，遲啲再同佢哋算賬，就係佢嘅情況。咁所以大家見到伊朗戰爭背後，其實就係中共同川普之間嘅角力，真真正正就係咁樣。咁所以最後我哋都知道咧，最後肯定係川普嘅壓力噶啦。擺平咗伊朗之後咧，壓力咧就會引到東亞咧，針對中共咧，可以話係咁移民嘅，就係咁嘅情況啦。好啦，下面再睇下川普總統另外一個動作。好，川普今朝發咗個推文，佢點講呢？我讀一次，備受尊敬嘅匈牙利總理奧爾班係一位真正強大而有力嘅領導人，佢擁有經得起考驗嘅卓越執政成績，不知疲倦嘅為自己偉大嘅國家同人民而戰，並且深愛住佢哋。正如我為美利堅同中國所做一樣，佢話 Victor 即係奧爾班 ，Victor 努力保護地區發展經濟，促進就業，保護貿易，促進貿易，阻止非法移民，並確保法治同秩序。咁我政府領導之下呢，匈牙利同美國之間嘅關係達到新高度，展現咗卓越嘅合作同成就，喺好大程度上都要歸功於奧爾班總理。我期待繼續同佢合作，可以令兩國繼續向前推進。我自豪喺2022年為 Victor 嘅連任背書，今日我好榮幸再次為咗背書。選舉日咧係4月12號星期日，匈牙利人民要走出屋企為 Victor 奧爾班投票。大家見唔見到呢個就係非常清晰嘅幫奧爾班助選。至於曼斯就更加唔使講啦，曼斯受川普之託，直接飛去匈牙利同奧爾班一齊出席 rally， 參加群眾集會，成個就係直接介入。我尋日將曼斯37分鐘嘅演講全部聽晒㗎啦，星田已經將成個內容翻譯嚟做中文，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可以去星田面對面嗰度睇下曼斯呢個演講。我講曼斯嘅意思就係話，成件事就係直接介入，意思就係同匈牙利人民講，
唔好聽布魯塞爾嘅，咩意思啊？即係唔好聽歐盟嘅，要聽你哋自己國家嘅。成個主旨就係捍衛西方文明，保護自己嘅國家。呢個呢，就真係美國總統、副總統非常清楚咁介入咗另一個國家嘅選舉啦。你會覺得佢有啲道理呢？係咪啱呢？咁樣得唔得呢？當然啦，絕對係打破咗過去嘅國際慣例呢，點毫無疑問啦。但係佢哋嘅演講喺川普發呢個推文，好似川普幫緊一個州長選舉嘅，真係冇乜感覺。咁所以川普根本咁猶豫啦，就係因為西方社會而家就係面對呢個問題呢，每個國家就好似每個州一樣，成個世界就好似美國一樣。呢個就係西方世界內部嘅一場內戰。當然呢場內戰唔係咁硝煙嘅內戰，而係一場意識形態嘅戰爭。好啦，而家就係咁，歐盟、川普同曼斯點解要花咗大力氣去做呢啲嘅呢件事？因為歐盟27個成員國有個特點，佢嘅特點係咩呢？所有重大事件，例如外交、加稅等等，撥款援助，全部都係一票否決制。呢27個國家全部都要同意先得，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啦，歐盟成立嘅時候，淨係有接收會員嘅規則，佢踢人出局嘅規則，所以入得佢就可以入，踢唔走人。呢個係第二點。所以呢，川普喺歐盟入邊，只要策反一個國家或者保住一個國家，好似保住奧爾班、保住匈牙利咁，歐盟嘅大事上基本上就廢咗。我講得好直白、好深入，歐盟係冇辦法將一個唔聽話嘅國家踢走，但佢可以斷咗資金。斷資金有乜用呢？因為歐盟成立時有個概念啦，就係要拉平均。窮國如果你國家窮啦，可以由富國嘅錢每年嘅錢。對於匈牙利嚟講，佢都仲係平均線以下，屬於窮國，每年可以睇幾十億美金，所以可以斷資金。呢個都係點解匈牙利雖然佢唔順眼歐盟嘅做法，但都唔想退出，因為佢一直攞到錢。OK， 佢歐盟可唔可以話因為你太唔聽話，成日阻住我哋將你踢走？理論上得，但要所有其他國家同意。結果出現咗個問題，匈牙利同波蘭東歐嘅國家比較一致，佢哋都係保守民族主義，保守即係傳統民族主義。所以如果你要踢走匈牙利，波蘭就會否決你；如果你要踢走波蘭，匈牙利就會否決你。互相掩護，互相否決，令到斷金流嘅決定完全做唔到。呢個就係佢哋機制造成好有趣，搞到喐都喐唔到，所以就係佢嘅情況。所以喺佢川普同曼斯嘅意思就係，只要策反一個歐盟國家，歐盟其實就喐唔到。將來呢，我覺得歐洲內部都會分裂。呢個分裂唔係話有咩壞事，我講緊係因為歐洲內部同成個西方世界一樣呢，出現咗意識形態上嘅鬥爭。所以叫做道不同不相為謀，所以佢唔可能長期維持而家歐盟咁嘅狀態，佢遲早都會變。4月12號嘅選舉就係一個大抉擇。如果匈牙利嘅喺奧班繼續執政，奧班其實2010年上台，而家已經做咗16年總理。真係長青總理嘅意識形態就係保守派，西方保守派再加埋民族主義，呢樣嘢川普係好認同嘅。有啲觀眾朋友、聽眾朋友話奧班呢好親俄、親普京，甚至親中共，係咪真係咁呢？其實又係又唔係。點解嚟講呢？佢親俄嘅原因咧，主要係因為一個好實際嘅原因咧，就係佢需要俄羅斯嘅天然氣，因為佢喺海港，佢唔可以由海路嘅天然氣，唔可以靠船運，佢嘅選擇好有限，所以經濟上好依賴俄羅斯嘅天然氣，所以佢唔想同普京反面，就係咁簡單。對佢嚟講，佢同俄國嘅關係多啲係利益外交，但佢唔係認同普京嘅侵略，唔係佢一回事。至於對中共，佢認同中共嘅一帶一路都係因為有利可圖。如果一帶一路嚟到我度真係可以賺到錢，我都願意。但如果冇着數，我相信奧班即刻就唔理。